有关这个新冠病毒，台湾增加第7例死亡的病例，为住院到死亡2个月，其中有1个多月是来使用到叶克膜，最后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并发败血症休克死亡。伊是一个40多岁男性，无慢性病，为什么会来死亡呢？专家讲，可能是免疫力伤强，伫胎死病毒的同时，嘛伤害家己的器官。台湾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的死亡病例新增到第7例，因为偏偏这不是老大人嘛无慢性病，为无镜头到病情快速的恶化，用叶克膜治疗，最后是器官败去死亡。40岁正是壮年，是安怎躲袂过这劫？专家分析讲，这是体内免疫系统反应过头。其实免疫反应启动以后呢，就会分泌很多物质。这些物质叫细胞激素，会杀病毒，可是对细胞本身也是有伤害的。那细胞素风暴一出来的时候呢，虽然病毒可以清干净，可是肺部会受到非常大的破坏。简单讲，就是人体免疫系统出现防御过头的现象，杀死病毒嘛伤害本身的器官。在这个阶段，若是讲肺部无度靠呼吸器运作，就可能死亡。这款的反应，少年人甲健康的人上接发生。年轻人因为免疫反应好，所以他有些时候比较容易过度反应。当你有细胞风暴的时候，代表你的血液跟组织里面细胞数量非常高，那你要快速的把它移除的办法就是做血液透析，对细胞素风暴是可能有效的。换血浆也是用类似西药这个方法来处理，可能会使解决。不过时间会真长，嘛无的确有效。现阶段大部分是用插管，也是像叶克膜这款的方式去治疗，和这个肺部休困，等这个风暴过去。不过死亡风险犹原真悬。